苏三三吃，天天老海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今朝一播出呢，最后一期，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最后一个么总归是比较重量级个鸭蛋戏。那么你来看看，今朝一叫在上海吃么子呢？我来说，今朝叫咱我去上。今朝不能吃一样叫50大方羹。50大方羹。哎。那么顾名思义，50么就是5种式样。哎，就是5种味道。哦，5种味道。哎。哦。那像这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哦，玫瑰。啊，这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，这个一只是八角的，这个一只是豆沙的。这个只是老王娃，你晓得个？这只啥讲？布好啊！哦，布好哦。哎。哦，布好的原来是这样样子的。哎。哦。哎。那么里向海上还是有果子肉、松子肉个。哎，不要把过来过，你承认不好不来过。对对对。那么，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，叫鲜肉大方羹。玫瑰、芝麻、白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5色大方糕呢？50大方羹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。哦。已经近200多年历史。哦，清朝中期的有。你这个一定少人见50大。哎，对。 5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，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5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5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羹个粉呢，这个是干粉。那么个干粉呢，还分是纯是糯米，也分纯是秆米的，里向有一定的配比的。你那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，20%是糯米粉。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想好以后呢，会切水，切水呢，切好之水呢，会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会要用砂杀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得不透，里向会有3个皮皮头，是不是？杀之后呢，直接洗。那么烧下来个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把它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羹的。做好了粉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就是有的挖壳子。那要试试看呢。要试试看啊！试试看，往里头挖的。对。不来，不来。太得这哇，啥人太得这哇？因为挖得该得了，要顶着，那不是一个扇子的嘛？对了，对，它有个扇子的啊。原来在方糕模具的2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那么糯粉揉平，再给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在讲猪不搞个冰锅的，咱们在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胡老师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方子结怪的资源的，那么阿会得吃上去太圆的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蒸汽上头以后呢，这个资源呢融化掉了，这个侪用了这只壳子里向，侪用了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所以吃起来肥糯。如果说你跟不包个地区，所以我就吃上干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花出来噻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2名是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包落水洗。对的。花5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，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要拿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那么刚刚把只有个阳光出来着，你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对。对。那么搿点干看上去糯嘟嘟的，对。
那么呢，经过这个样子一来呢，搿盖口上去滋润浓浓，是吧？对，浓嘟嘟在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像你手这个三姑娘。对，像那刚给我一样的。五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但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搿个一块方盖是漂亮个，上头一层薄薄件个衣啊，搿层薄薄件衣个下头可以推出里向个娘啊。我讲里向来滚动啊，像绿颜色个布蒿，红颜色个玫瑰里向来滚动啊，搿个是确实是，我觉着是一卷一卷，别讲里个譬如讲粉，里个粉个钢卷，里个娘性个钢卷，侪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对。除了制作工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五色大方糕的包装也是极具特色。用竹篾编成的小小篮子，既环保又透气，上面盖着一张红纸，非常的漂亮。那里一个盖么应该等到地上盖里向去。对。那么现在搿个等到地上盖里向去嘛叫糖吃，是吧？对个。那现在我跟你两高头带是糖吃，一边糖一边吃。对。美食家。什么桂花糕？这个方糕。大方糕。大方糕，说明人吃了之后很大方。对，很大方。对，苏州人民很大方。高速三吃名堂多，味道香甜满手浓，生煎馒头豆沙板么南瓜头子大方糕。哎呦，有啊，你弄给那个天气，搿个叫啥个地不是摆得出场？是呀。我跟你讲，苏州三吃，好几个店啊。也50-60种的了，50-60种的了。包括水果现在还不煮了。所以譬如水果的季节，苏州三吃么最多。那么该做辰光来不及，你下周有机会呢，再请韩老师带你一样来教材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等到大家下趟再会。苏州三吃，天天老海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今朝要播出呢，再有一期，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再有一个么总归是比较重量级个鸭蛋丝。那么先来看看今朝要教材啥个海吃么子呢？我来说今朝教材我先上。今朝不能吃一样叫五色大方糕。五色大方糕。那么顾名思义，50么就是5种色样。就是5种味道。5种味道。那像搿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玫瑰。搿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。搿个一只是八角的。搿个一只是豆沙的。搿个一只是老黄瓜，你晓得个？搿只啥讲？布蒿啊！布蒿布蒿的原来是搿种样子的。搿么里向海鲜还是有果子肉、松子肉搿块。不要包过来过，你承认布蒿不来过。对。那么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，叫鲜肉大方糕。玫瑰、芝麻、白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叫是有的挖壳子。那要试试看呢。好，试试看啊。试试看，往里头挖是吧？对。不来。太得这哇，啥人太得因为你挖得该得了，要停着。那不是一个绳子的嘛？对了，对，一道有个绳子的原来在方糕模具的两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然后揉粉、揉平，再盖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在搿讲猪八糕个饼花头讲嘛，侪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韩老师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放置交交关关个资源的，咁么阿会得吃上去太圆的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蒸汽上头以后呢，搿个资源呢融化脱了，搿个侪用了搿只壳子里向。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5色大方糕呢？5色大方糕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，已经近200多年历史，清朝中期的有。你这个一定少人见5色大方糕。对。 5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，
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五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五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糕个粉呢，这个是狗粉。那么个狗粉呢，还不是人人是糯米，也不是人人是秆米的，里向有一定的配比的。你拿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，20%是糯米粉。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想好以后呢，还要吃水呢，吃好之水呢，还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还要用砂杀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豆腐头里向还有3个便头，是不是？杀之后的直接洗。那么烧下来的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把它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糕的。做好了粉，再用那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人手吃起来肥糯。如果是你跟不包个地区，所以我就吃了狗骨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画出来噻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二名字，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包落水洗，对个对个，拍完花，五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。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好，要拿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哦。那么刚刚包子有个阳光出来着，你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嘿。啊对。那么搿点干口上去浓嘟嘟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么呢，经过这个样子一来呢，搿干口上去滋鱼浓度，是吧？对。浓嘟嘟的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像你手里个三狗样。对，像那刚才我一样的。五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但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一块方糕是漂亮啊，上头一层薄薄煎个衣啊，搿层薄薄煎衣个下头可以推出里向个样啊。我讲里向来滚动啊，像绿颜色个布蒿、红颜色个玫瑰里向来滚动啊，搿个是确实是，我觉着是一卷一卷。别刚刚你个譬如讲粉，你个粉个钢具，你个娘性个钢具，侪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对。除了制作工艺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五色大方糕的包装也是极具特色。用竹篾编成的小小篮子，既环保又透气，上面盖着一张红纸，非常的漂亮。你一个干面应该等到地上盖里向去。对。那么现在搿个等到地上盖里向去嘛，就糖吃，是吧？对个。那现在我跟你两家头带着糖吃，一边糖一边吃。对。美食家，什么桂花糕？这个方糕，吃好之水呢，还要醒个半个钟头到1个钟头。醒好粉以后，还要用砂杀，为啥呢？在上坡里向肉豆腐头里向还有3个便头，是不是？杀之后的直接洗。那么烧下来的粉以后呢，才是可以直接把它特子里向呢来做方糕的。做好了粉，下一步就是给方糕塑形。这一步，点心师傅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叫挖糖子。这个呢是叫挖糖子，也叫是有的挖壳子。你要试试看呢。然后试看啊，试看，往里头挖是吧？对。不来，不来。太得这哇，啥人太得这因为你挖得盖得了，要停着，那不是一个绳子的嘛？边上对，一道有个绳子的啊。原来在方糕模具的两边各有4道木槽，准确标注好每块方糕的大小。再给它顶着，那么揉粉、揉平，揉平再盖面下去，再往里向挖。我现在在讲猪八糕个冰锅这个么子，对。做好方糕的外形，下一步就是把6种馅料分别填进去。虽然馅料各不相同，但是填完每一块方糕的馅料之后，都要放同一样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
哎，胡老师啊，我刚刚看见里向这个房子结结棍棍个资源的，咁么阿会得吃上去太远个呢？不会个，因为你蒸汽上头以后呢，搿个资源呢融化脱了，搿个侪用了搿只壳子里向，侪用了皮子里向，那个皮子里向呢，所以吃起来肥孬。如果说你搿不包个点鱼，所以我就吃上干。馅料放好之后，再往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米粉，既能把馅料盖住，又方便后面的拍花。花出来噻，那么现在呢是拍个第二名是过去辰光呢会拍各种花头出来，福禄寿喜，对个对个，人不好不来过。对对对。那么最近呢，在几年当中开发出一只海个叫鲜肉大方格。玫瑰、芝麻、白果、豆沙、薄荷加鲜肉，这明明是6种式样啊，为什么却叫做5色大方糕呢？5色大方糕呢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。已经近200多年历史了。清朝中期的历史。你这个一定少人见5色大方糕。对对对。 5色大方糕入口软糯，满嘴甜香，而且和其他糯米点心不同，5色大方糕吃多了并不会令人反酸、消化不良。这其中的秘密就在5色大方糕独特的粉料里。做大方糕个粉呢，这个是干粉。那么个干粉呢，还分是人是糯米，也分人是秆米的，里向有一定的配比的。你拿想法呢是80%是秆米粉。20%是糯米粉，那么这个粉切好以后、香好以后呢，会吃水，吃水呢。拍完花，5色大方糕就可以送去蒸了。大约10几分钟之后，一整块晶莹剔透的大方糕就出炉了。 要拿里翻子对面还要有个翻身。那么刚刚把自由个阳光出来着，你看看见就像水晶的一样。嘿。对。那么搿点干口上去浓嘟嘟的，对。那么呢，经过这个样子一来呢，搿干口上去滋润浓度，对。浓嘟嘟的，对。像你手里个三狗样。对，像那刚给我一样的。 5色大方糕从诞生以来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 但时至今日，还保持着其最初制作方式，被评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搿个一块方格是漂亮个，上头一层薄薄接个衣啊，搿层薄薄衣接衣个下头。苏州山区天天老海吃个物事大家好。今朝要播出呢，最后一期。那么一般讲起来，包单最后一个物种归是比较重量级个鸭蛋丝。那么先来看看今朝要叫在上海吃物事呢？ 胡老师，今朝叫咱我去上。今朝不能吃一样叫5色大方糕。 5色大方糕，那么顾名思义，5色么就是5种式样，就是5种味道。5种味道，那像搿个一只呢，就是玫瑰的。玫瑰。搿个一只呢，就是黑芝麻的，搿个一只是八果的，搿个一只是豆沙的，搿个一只是老黄瓜，你晓得个？搿只啥酱？布好啊！布好布好的原来是搿种样子的。葛么里向海鲜还是有果子肉、松子肉搿味。不要包过两个，你。